今年2月初，当时台湾的大学生拢肯回去厝内放寒假，不过因为疫情，侪日本留学生无法度回去。市长也特别献花，并且以成年礼来祝福画面，大家也印象深刻，嘛凸显台南甲日本的友好关系。而即届日本捐予台湾124万剂疫苗，协助咱对抗疫情。4号市长特别接见日本人协会理事长野崎孝男，除了表达感谢，也强调这批疫苗分配到台南，将优先提供给700多位日本侨民来做。因为在台湾的日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，或是因为有一些他业务上需要，他可能可以先打。我觉得其实都很好。我觉得这部分在台南的日本人700多人是上限，这上限到底可能是来了500个、600个，甚至300个、400个，其实都好。只是我们先造册起来，他们愿意施打，经过联系后愿意先施打的话，我们都会提供这个机会。基本上，对台日的官方跟民间的一个友善的表示，我们都表示肯定。优先顺序，中央会定一个指导原则，譬如说第1类优先，第2类优先。像第2类优先里面就还蛮多的嘛，第3类优先，第4类优先。那以警察来讲是第5类优先了。我们把这个警察提到最先优先，其实中央也肯定了。那其实这个部分也是有地方的一个因地制宜的考量。所以说现在6都都把警察人员提到最优先，其实大家国人同胞也都肯定了。那像我们这个国军的清消，国军是第6优先、第7优先的。那我们把国军的清消人员提到最优先来施打，还有国军的飞行员，我们不可一日无空法，飞行员提到最优先来施打，中央跟地方国人跟市民其实都肯定，所以地方有一些自己可以调控的一个方式。日本人是在台南的，日本人是有很多有年纪也是，比如说我知道是最大的是93岁，那还有年轻的也有，那所以日本人不管是日本人或是台湾人还是什么国家的人，先需要的人先施打。那当然需要的人里面一定有些日本人，有些日本人有慢性病，年纪也大，或是在南科有国际上的上班。那为了台南的经济或是台湾的经济帮忙，还是这种人也是我觉得需要的人。那所以真的昨天是黄市长公布的这种一个政策，我觉得对台日的关系有很多帮助。市长进一步表示，有关注疫苗优先顺序，中央虽然制定指导原则，不过地方嘛当因应调整，参照最近的长照机构疫情，所以台南的照护人员大约2000多位，买刷到优先顺序来做，以免长照机构有感染的危机。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。